给我打，打死他！叶薇薇，赵天宇，如果老天给我一次机会，还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付出血的代价！检测主成为女神的云养男友，女神在游戏中投入的资源将全部聚现到宿主身上。系统，这是真的？薇薇，为了供你读研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连生病都不舍得去医院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林北，你别恶心我了，就你赚的那仨瓜两枣，也配让我对你死心塌地一辈子？所以你就背着我爬上赵天宇的床是吗？你这种城中村的蟑螂，打搅了本少玩女人的兴致。你说我要打断你哪条腿，才能让你两两静下？去你妈的！乡巴佬，你找死！给我把他往死里打，打断他双手双脚！希望在江城再看到他。是。去死吧！现在的游戏真无聊，全都老掉牙了。云养男友游戏，这是什么？警报！警报！你的专属男友林北正在遭遇生命危机，请问是否立即领养？领养？云养男友游戏，这是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下载的游戏？这游戏建模也太真实了吧！大帅哥受这么重的伤，好可怜的样子。领养，领养成功。咦，怎么了？警告：当前云养男友林北处于垂死状态，请及时投火治疗。先来10万金币给我游戏里的男友治疗，反正金币是游戏送的。这小子骨头真硬，明明已经打断他手脚了，结果他愣是一声都不吭。骨头硬有屁用？什么货色也敢和赵少爷抢女？领养人夏夏为您花费10万金币，您的伤势将瞬间痊愈。待会儿一起把这小子溜河里去喂鱼。怎么一副见鬼的样子？刚才那个废物可是你谈了3年的男友，看着他被打，明显会不心疼。赵少，您可别拿那种穷鬼恶心我了，他敢惹赵少您生气，活该断手断脚。你怎么可能站得起来？装神弄鬼！老子再把你手脚打断一次！警告：您的云养男友正遭遇2名敌人暴力袭击。好啊，2个臭游戏 NPC 也敢欺负我的人，大师级格斗术，100万金币，刚好金币多的没地方花，直接买。再花100万金币，加满力量。赵天宇，谢薇薇，这笔债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伤是好了，可是总觉得差了点。既然是我的云养男友，那就必须得是游戏里顶级的男神。现在的男孩子
光有长相没有气质是不行的。买，全部给我的游戏男友拉满！成功消费50万金币，您的云养男友林北当前颜值满级，当前气质这完全是照着我的审美长的呀！夏夏，你还要洗多久？皮都要泡掉了。明天你得去面试，这可是你爸托了关系才拿到的机会。知道了吗？马上就出来。请上车的乘客往车厢中部。您的领养女神夏夏为您提升了颜值气质，您的魅力值已达到人类上限。长得好帅啊！这是不是哪个明星啊？明星哪有这么帅啊？这可是素颜哎！哎呦，小伙子长得真俊，有对象没？阿姨的闺女在银行上班，你要不要看看照片？哎，帅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头有点晕，能扶我一下吗？魅力值拉满带来的麻烦也太多了吧？喂，五哥，小林啊，你到哪儿了？今天公司招新人，有个叫夏夏的女孩子来面试，你待会儿先帮我初步面一下。夏夏这个名字和云养我的女神撞名啊！听说了吗？咱们公司的痴情男林北被他那个女朋友给甩了，人家跟赵氏集团的大少爷勾搭在一起了。我要是他，今天就直接辞职跳江了，哪儿还有脸回来？这是林北，他整容了！加油，夏夏，这可是江城最好的公司之一。不过面试官怎么还没来？先玩会儿游戏，打发一下时间吧。今天还没见到我的林北老公呢。芷人老公，你一定要保佑我呀！要是现实里的面试官有你一半帅，我就不紧张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夏小姐，请坐。我是今天的面试官林北。林北，他叫林北，长得一样，名字一样，难道游戏成真了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我游戏里买的东西应该会出现在现实。您成功消费10万金币，赠送了云养男友林北一捧顶级蓝色妖姬鲜花。林北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什么事？外面快递刚送来的，说是点名送给你。是真的，我的云养男友真的活过来。沈总，赵氏集团的赵天宇快要过来了，他希望能就2家在城南的项目开发跟您见一面。我见，可是沈总，赵家毕竟跟沈家有婚约在先，就算赵天宇在外面名声花了一点，可2家的商业联姻、婚约，那是老头子们的一厢情愿。赵天宇这种草包也配和我结婚？今晚全场消费都由我赵少买单，让他滚！就说我没空陪他玩过家家。是，沈总。云养男友游戏，我什么时候下载过这种东西？哦，这游戏的人物建模还有点意思，直接用真人模特的照片吗？您的云养男友林北正处于事业起步期，急需一辆符合身份的出行工具。既然是我的男友，连辆车都没有，确实丢了我的脸。您消费2000万金币，全球限量版兰博基尼正送往您的云养男友所在地。赵少，您真坏，非要带人家来看您怎么拿下那个冷面女总裁。沈曼妮那个女人傲得很，不过在这江城还没我赵天宇搞不定的你。赵少，见鬼了！瞎叫唤什么呢？大白天哪来的鬼？是那个穷鬼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让保镖把他手脚全打断了，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赵天宇，见到我完好无损的站在你身边，是不是很意外啊？蟑螂就是蟑螂，被踩了一脚居然还能爬起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火药味这么重？林北，你这穷鬼癞蛤蟆是不是还不死心，又在跟踪我？跟踪你？你也配？
你装什么装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买这束蓝色妖姬已经刷爆了你信用卡了吧？你以为捧着一束破花来向我下跪求和，我就会心软原谅你？林北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哈哈哈哈！林北啊，林北，搞半天原来还是对旧情念念不忘啊！看你这么深情，我都感动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跪下来把我的鞋舔干净，只要让我满意了，我就让谢微微再当你1天女人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赵少，您真坏，人家才不要给这个穷鬼当女友呢。这不就是小说里那种最恶心、最不要脸的恶毒反派剧情吗？可恶，林北可是我辛辛苦苦砸了那么多金币养出来的纸片人老公啊！你们两个狗男女也敢让我纸片人老公给你们舔鞋，看我不克死你们！您成功消费200万金币，为云养男友林北解锁神级怼人话术。谢微微，3年来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了你，你读研的学费、生活费，你妈做手术的钱，哪一样不是我掏的？而你靠着卖身上位，把别人的真心当垃圾踩，真是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骂得好，就这样狠狠怼他们。林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居然敢这么骂我和赵少！林北，你他妈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这好像是限量版的兰博基尼吧？全世界就只有4台。这难道是那位赵家大少买的？也就他能买得起了吧？赵少，过2天就是您的生日，这该不会是您父亲给你提前买的生日礼物吧？有可能。哎，老爷子可能是怕我镇不住沈曼妮那个女，就给我整辆玩具撑撑场子，他太多疑虑了。林北，看到了吗？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可恶，不就是一辆破车嘛，得意什么呢？我也可以给林北整一辆。别废话了，直接给我钥匙就行了，顺便回去转告老爷子，以后别搞这种虚头巴脑，没什么意义。林先生，您的全球限量版兰博基尼超跑已经停在门口了，这是车钥匙和相关手续，请您查收。还没来得及用金币给他买啊？难道我的云养男友还有隐藏富二代的属性？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林北，你他妈找演员来演戏骗我是吧？你怎么可能买得起1000万级的跑车？对，肯定是假的。林北，你为了装，别人脸都不要了是吧？等下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开进来，给这对狗男女好好看看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好的，林先生。赵大公子，你也只配和谢微微这种烂到发臭的野鸡待在一块儿。你说我什么？林北，你什么你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纸片人老公。小心我林北哥撕烂你的嘴，他可是一个能打10个。因为我昨天给他买了大师级格斗技能。林北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个场子我不找回来，我就不姓赵。算你识相。赵少，您放心，这小子就算是有3头6臂，今天也绝对走不出这个车库。您是要他的手还是他的脚？手脚全部打断，我要让他变成一个瘫子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要是出了事儿，本少爷给你们兜着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，微表歉意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恭喜你夏小姐，你被公司录用了。真的吗？好哎！不过这辆跑车到底是谁给林北买的啊？林北，你刚才在楼上装叉装得很爽是吧？现在你落到我手里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管。我去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反派这么玩不起的吗？赵天宇，你就这点本事，不管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，你就只会玩这种阴的。阴的，我他妈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，给老子上！有点意思，给老子一起上！
怎么办？人太多了，大师级格斗技能管不管用啊？我的纸片人老公可能要受伤了。警告，您的云养男友林北正遭遇反派赵天宇的袭击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。游戏里的反派怎么也叫赵天宇这个名字？林北，你挺能打呀，赤手空拳打趴了10几个人，但我带了20个人堵你，你能打有个屁用啊！林北，我早就说过，你就是个穷鬼命。你这种住在城中村的蟑螂也配和我斗？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能救你！纸片人老公别怕，我来助你。有点意思。既然反派叫赵天宇，那我可不能让游戏角色被赵天宇打败了。购买。领养的夏夏为宿主消费1000万金币，解锁神器格斗金箍、金刚不坏之身，所有伤势瞬间痊愈。领养人沈曼菊为宿主消费2000万金币，解锁江城神局警卫之源，赵天宇违法飞亮。好吧，有弄死！怎么可能？你他妈是铁做的！该我。你是什么怪物？林北，你死定了！我要报警，让你坐牢坐监！警察来了！你完蛋了！警察，快抓他！他打伤我这么多保镖，还威胁要杀了我！对，警察叔叔，他还要强暴我，我是受害者。谁是赵天宇？我就是，我是赵氏集团的少爷，爸是赵刚。赵天宇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涉嫌多项违法行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？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么多人被林北打趴了，不应抓他吗？恭喜玩家，反派赵天宇已落入法网，您的云养男友林北已成功脱离险境。这就结束了，真是废物。等等，游戏里的正派女主，该不会就是我自己吧？沈总，出大事了！车库来了好多警察。怎么回事？是因为林北赵天宇带人围堵他，反被警察抓了。这个剧情走向和游戏里的任务一模一样，难道林北就是云养男友？沈总，您是没看见赵天宇带了20多个混混把林北给堵了？你确定是赵天宇堵林北？千真万确。林北、赵天宇围堵警察抓人，这剧情和云养游戏里一模一样。走，去地下车库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？赵刚！安静！不管你爸是谁，犯了法照样抓。林北，你别得意，我爸一定能把我捞出去。赵天宇，等你先从里面出来再说梦话吧。到底是谁抱着枪？你手速比我还快。林北，你死定了！大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是沈氏集团总裁沈曼妮，辛苦各位了。您就是那位全国最年轻的富豪啊！赵家很厉害吗？乖乖，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传说中的上界女强人沈曼妮。沈曼妮，系统提示的第2个领养女神，难道就是她？这五官，这气质，简直是从游戏里走出来的真人。限量版兰博基尼，那是我在游戏里花了2000万金币送给他的。难道游戏真的变成现实了？曼妮，救我！我是你未婚夫！滚！沈曼妮，你为了这么个泥腿子让我滚！老实点，有什么话去群里说。你就是林北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可恶，这个狐狸精总裁在干什么？当我不存在吗？林北这种穷鬼舔狗，凭什么能让美女总裁倒贴？拿开你的手，不要对我林北哥动手动脚的。哦，你们是情侣关系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我对我自己的员工动手动脚，关你什么事？好啊，林北，你背着我勾搭这么多狐狸精，还装深情指责我勾搭赵少。闭上你的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
待会儿跟我去办公室一趟。林北，你有什么秘密想跟我说？沈总，我没有什么秘密。坏女人，趁我不在就勾引我纸片人老公。没用的废物！爹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记住，要做就做得干干净净，别再给我惹麻烦。有了黑桃酒店出手，林北，还有史曼宁那个小奸人，你们谁都跑不掉。你家夏夏虽然是名牌大学生，但想买这辆车，努力几辈子都买不起哦。妈，夏夏，哎呦，这才大四刚实习几天，就学会傍大款了。大款不都是老肥猪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帅？好帅，比明星还好看。妈，这位是我同事前辈林北，今天顺路送我回来。林先生，要不要上去坐坐？阿姨，上去就不必了，我一天要打3份工，待会儿还得去下一家。林北，你迟到了整整半分钟，半分钟能卖出去多少酒，你知道吗？路上有点堵车。车？你他妈在这糊弄鬼呢？你买得起车吗你？检测到特殊环境，触发限时任务，只要宿主在夜店成功搭讪一名颜值达标的美女，您的2位领养女神将各自解锁10亿云养金币，就能让夏夏和沈曼妮各得10亿金币。限时任务开启，协助云养男友搭讪，完成领取10亿金币。让我花钱帮我的男人去夜店搭讪别的女人，这游戏策划脑子进水了。因为纸片人老公搭讪别的妖艳贱货，那我岂不是被戴绿帽了？可是10亿金币，林北，你他妈聋了吗？说完了就一边凉过去。姐妹，快看你旁边有极品，怎么是大帅哥？几名尽快为林北购买搭讪技能或道具。另一位领养者已抢先为林北购买了搭讪话术满级技能。什么意思？这云养男友游戏不是单机的，还有别人在养我的林北哥。帅哥，一个人来喝酒啊？加个微信呗。好啊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把你旁边这位美女介绍给我认识一下。你干嘛呢？今天这个极品大帅哥主动搭讪，你为啥连句话都不说？帅有什么用？我更喜欢能真正懂我的男人。是吗？那我倒是想试试，要是能猜出你用什么牌子的香水，没准你就对我刮目相看了。你不可能猜得出来。购买超10，另一位领养者已抢先一步为林北购买神级香水品鉴术。还有别的玩家存在，而且养的男友竟然是同一个人，有趣！竟然有人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抢我沈曼妮的男人。哼哼，哪来的阿猫阿狗，想跟我争纸片人老公？猜不到吧？还是放弃我闺蜜吧，搭讪我多好，我可是很吃你这一款的哦。这里的味道太杂，李小姐，可以凑近闻一闻。他怎么敢靠这么近？罗莎高定暗夜玫瑰，前调保加利亚白玫瑰，中调极淡雪松木，后调是特调龙涎香，对吧？他说对了，一字不差。什么？真猜中了？林北，你居然敢骚扰我们夜店的老板！现在你被开除了，滚吧！老板？没想到吧？我闺蜜可是这家酒吧的幕后大老板。谁给你的权利随意开除我的员工？老板，这小子刚才对您……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现在是你被开除了，立刻在我眼前消失。100万美刀，我要姓林的小命。招桑，请放心，我们黑桃酒店从没失手过。
天晚了，不好打车，开我的车回去吧。大帅哥，你走大运了！我闺蜜这可是顶配大忌。我有车。有意思，从明天起你不用再卖酒了，以后的工作就是陪我。留个电话吧。您的云养男友在夜店成功搭讪一名美女，奖励10亿金币已到账。我想要我自己戴顶绿帽子。沈总，那个林北来上班了，而且他是开着那辆限量版兰博基尼，载着夏夏来的。把林北喊来。是。我竟然在工作的时候都在想林北，那个跟我抢云养男友的女人到底是谁？林北先生，沈总请您现在去一趟办公室，有重要的事谈。怎么又是沈总？那天在地下车库，他看林北哥的眼神就不对劲。请。实习生，我记得你的工位不在我这儿。沈总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，林北哥是我的前辈，我跟着他学习业务，这很合理吧？沈总，法国的大客户刚到楼下，但翻译出了车祸，现在赶不过来，临时找翻译，最快也要2个小时，根本来不及。无妨。嘿嘿，让林北哥升职加薪的机会来了。在场只有这丫头一直抱着平板不放，难道一直跟我抢林北的人就是这个傻白甜？领养者夏夏为您花费500万金币，神奇法语技能已植入。沈总，既然翻译来不了，不如让林北哥去接待，他会法语的。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几10亿的法国大客户，搞砸了项目，全公司都得倒霉。我说林北哥会就是会，就算不会我也能让他会。傻丫头，她跳出来说我会法语，不就直接暴露身份了？好，让林北去，出了事我负责。难道沈总看上林北，想包养他了？去吧，林北。好的，沈总。林北，你进去后千万别乱说话，只管端茶倒水，保持微笑。Bonjour, monsieur. Bienvenue dans notre entreprise. Je suis Lin Bei. Mon Dieu, votre français c'est si authentique. Vous parlez comme un Parisien. 居然真会说法语，还说得这么溜。沈总，林北哥去忙了，我先回工位背员工手册了哈。站住！原本我还在纳闷，到底是哪个妖艳贱货跟我抢的，没成想竟然是公司里出了只小老鼠。沈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只是个实习生。够了，还要装吗？林北昨晚在夜店搭讪用的那套顶级搭讪话术，是我在游戏里亲手买给他的。那个一直跟我抢着买技能、抢着氪金的狐狸精，居然就是沈曼妮！原来是你，你一直在偷偷领养我的林北哥。你的小妹妹，这世上的好东西从来都是强者居之。他可是我沈曼妮的员工，你一个实习生拿什么跟我斗？你这是在抢男人，你这是在搞职场霸凌。那咋了？林北哥，那个沈总太坏了，他整天就会欺负实习生。怎么了这是？天哪！沈总的父亲沈老先生，沈总的父亲怎么亲自来公司了？沈曼妮，谁给你的胆子公然跟赵天宇撕破脸皮？赵家已经找上门告状了，难道你想毁掉2家几10年的联姻？立刻跟我去赵家道歉，下个月你就得和他结婚。爸，想让我给赵家那个草包道歉，绝不可能。我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，他比赵天宇好至少1万倍。好，查，给我查，是哪个野男人敢勾搭我沈海的女儿？沈总，法国皮尔先生那边的50个亿合同已经谈妥。这年轻人帮公司谈妥了50亿的大单子，你一个人搞定的？分内之事全靠沈总栽培，当然还有夏夏的。好，英雄出少年，不仅有真本事，还谦虚。你看这2个年轻人郎才女貌，曼妮，你那小白脸要能有这后生1万优秀，我也不至于跟你置气。爸，这就是我心仪的男人，他叫林北。你，沈曼妮，人家小两口好好的，你要不要脸了？别误会，我只是拿你当挡箭牌，气气老头子。那你的手能别抱得这么紧吗？
林北哥，谢谢你今晚特意送我回来。嘿嘿，沈曼妮，你白天挑衅我又怎样？林北哥晚上是单独跟我在一起的。警告，您的云养男友即将遭遇反派赵天瑜聘请的杀手枪。什么？赵天宇？杀手？枪击？躲开！紧急警报！您的云养男友正遭遇赵天宇聘请的杀手的远程狙击。敢动我沈曼妮的男人，赵天宇，我跟你没完！赵少，那个穷鬼这会儿估计已经被打成马蜂窝了吧？那是自然，我花了100万美刀请来的黑糖酒店顶级杀手，神仙来了也得趴下。林北啊林北，这就是跟我赵天宇作对的下场。林北哥绝对不能有事，什么有用的战斗技能全部给我的林北哥拉满！想在江城动我沈曼妮的男人，不知死活！领养者夏夏为您花费巨额金币解锁超凡防御属性，领养者沈曼妮为您花费巨额金币解锁子弹时间。纳尼？徒手接子弹，这还是人类吗？你是怎么上来的？别过来！你这个怪物！谁派你来杀我的？让我猜猜，赵天宇是吧？你不能杀我！杀我，黑桃酒店会……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送他们去陪你。喂，得手了吗？那穷鬼的脑袋是不是已经爆成了烂西瓜？快拍张照片发给我。赵天宇，既然你这么想看我的脑袋，我先准备好一副棺材，亲自过去给你看。赵少，那个穷鬼没死透吗？他压根就没死，在电话里说要亲自来找我。100万美刀，老子花了100万请的黑道杀手是吃屎的吗？扶持沈家的法务部，状告赵家名下所有产业，中断与赵家所有合作业务。沈总，老爷子冻结了您动用家族力量的所有权限，就算无法动用沈家的力量，我也还有别的方法送赵天宇进去。抱歉，您晚了一步。夏夏，那个傻愣愣的小丫头。赵天宇，你个王八蛋，敢雇杀手动我纸片人老公，等着把牢底坐穿吧！林北哥，你没事太好了。林北哥，给，这是我在草丛里捡到的，好像是赵天宇的犯罪证据。捡到的？可能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他欺负你了吧？你先自己拿去报案，我去跟赵天宇建议，我林北从不报隔夜仇。废物！100万美元请的杀手，连个泥腿子都搞不定。赵叔叔，您别打天宇了，这事真的不怪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这个丧门星，天宇怎么会遇到这种麻烦？我已经安排了偷渡的黑船，你带着这个女人滚上船，逃到国外去。风头没过之前，死都别回来。赵少，船怎么还不来？好冷啊！闭嘴！再嚷嚷，老子把你丢进海里喂鱼！林北、沈曼妮，等我杀回来，要把你林北全家碎尸万段！赵天宇，不需要等以后，因为我已经来找你。林北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想知道你请的杀手现在在哪？我来找你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去团聚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！开枪杀了他！林北，我错了，我是被赵天宇拿家人威胁的，我心里一插着气。谢薇薇，你真是够恶毒。给我死！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李爷爷放过我，我赵家1半家产都可以给你。
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少爷在东郊码头被那个叫林北的给……林北，我儿子不过是想要他一个小人物的贱命，还一个底层臭虫，怎么敢反抗我赵刚的儿子？你家的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就把那个林北千杀万剐。放心，不杀林北，我赵家还怎么在江城混？林北，你没事吧？受伤没？沈总，有我在林北哥身边，他当然不会有问题。我关心员工是分内之事，某些人跟屁虫一样，天天黏着林北，除了添乱还能干什么？男友林北魅力爆表，成功吸引第3位女神级领养者，第3位领养者已成功领养林北。什么？还有第3个？又来一个，到底有完没完？云养男友林北，有点意思。你想干嘛？你想跟我抢林北哥开始动武了？刚刚的游戏提示你也看到了，在查出第3人是谁之前，我提议咱俩先合作，一致对外。先联手把第3人踢走，再把他踢走，林北哥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成交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沈总，公司新代言人安又怡小姐已经到楼下了。安又怡，那个娱乐圈最年轻的天后，她可是我的偶像。安小姐，欢迎来到沈氏集团。这个人的五官怎么和我游戏里的云养男友长得一模一样？安小姐你好，我是沈氏集团的员工林北。林北，连名字也一字不差，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？必须与沈家合作。沈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又怡恐怕没法与贵公司合作了。沈总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公司背后的大股东就是赵家，这合约要是签了，又怡的前途就毁了。谁说我不签的？又怡，你疯了！赵家直接放话了，谁要是与沈家继续合作，谁就是与赵家为敌。我给谁代言是我自己的权利，我凭什么给赵家面子？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接下来所有代言业务对接，林北必须做我的专属联络人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林北哥没空去给你当助理。没问题。从现在起，林北全权负责安小姐的代言业务对接。林北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当艺人啊？我可以给你走后门哦。安小姐，如果没有别的工作交代，我要继续看合同了。真是不解风情的木头疙瘩，长得简直和游戏里一模一样。姐姐今天心情好，给你发点零花钱。您成功打赏云养男友100万金币零花钱，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这什么情况？总不能我游戏里养的云养男友变成现实真人了吧？我倒要看看巧合能不能发生第2次。丁，您成功打赏云养男友500万金币零花钱，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1次是巧合，2次就是真的了。这破游戏里的云养男友就坐在我旁边，我堂堂娱乐圈天后，竟然真包养了一个男人。赵先生，目标已解决，车子翻了好几圈，里面的人绝不可能活下来。我要亲眼确定姓林的已经死透了，哪怕他还有一口气，也要把他的脑袋剁下来。小丫头，第3个领养者是谁？你还没头绪吗？我又不是侦探，难道你就有头绪了？我还真有。安又怡不可能无缘无故只让林北一个人对接他的业务。你在怀疑安又怡？警报！云养男友林北正遭遇仇敌蓄意驾车冲撞，身边同伴身受重伤，请为他开发医术技能。仇敌只有可能是赵家了。赵家那条老狗怎么老是咬着林北不放？没撞死你，老子就崩了你！脉搏太弱，撑不到救护车来。领养者夏夏花费1000万金币，已为宿主购买神级针灸医术技能。魂，封脉。
林北哥，你没伤到哪里吧？林北，这是交通意外还是？蓄意谋杀和赵家脱不了关系。赵刚这条老疯狗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安小姐，抱歉，这些仇家是冲我来的，连累你了。身手这么好，还救了我，这种极品男人，我安又怡要定了。婉妮，明早穿件黑衣服，跟我去西山公墓参加赵天宇的葬礼。不可能，赵天宇怎么说也是你的未婚夫，他的葬礼你必须出面，我们沈家得卖他们面子。赵天宇的葬礼这么热闹，为什么不去？不仅要去，还要带上我，我倒要看看姓赵的看到我没死，还出现在他儿子的葬礼上，会有什么反应。儿子，你可以安息了。那个臭虫林北，爹已经送他下去给你磕头赔罪了。江城沈家长女、沈氏集团总裁沈曼妮前来吊唁。林北，看到我没死，是不是很意外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当家的这个人是谁？就是林北，杀我们儿子的凶手。是你杀了我儿子！当家的，你快弄死他，给天宇报仇！沈曼妮，你带杀我儿子的凶手来葬礼是什么意思？沈家准备跟我赵家撕破脸皮了？小贱人，肯定是你勾结这个野男人害死我儿子！这人到底是谁呀？敢在赵家葬礼上动手！你敢打我夫人！赵刚，我刚才那一巴掌打的是你赵家的脸，你这么想把我送下去见你儿子，不如这样，有机会我送你下去见他，你们父子团聚，这样多好。那个林北活蹦乱跳，站在我面前还打我老婆的脸，你们杵着不动都是吃干饭的吗？谁？现在别他娘来烦老子！赵先生，火气别这么大。黑桃酒店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？黑桃酒店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们组织有位员工在执行您儿子委托的任务时不幸遇难，他当时在暗杀一个叫林北的人。就是因为你们没搞定那个泥腿子，我儿子才会死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主动联系你。黑桃酒店的名声不容玷污，林北必须死。好得很，只要你们能杀了林北，多少钱我都给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沈总，你跟林北哥单独相处这么久，没偷吃吧？偷吃？我们只是正常的工作往来。不过嘛，刚才在车上，我们确实做了点事。你把手松开！林北，这段时间赵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不如你去我家住吧，我那里安保措施很好。什么？居然有一家主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绝对不行！右姨，不好了，公司说要取消你所有的商业合作活动，他们决定要雪藏你了。什么？雪藏？安又怡不是娱乐圈最火的天后吗？都说了不要得罪赵家，右姨私自跟沈氏集团签代言的事传到赵家耳朵里去了。那个赵家也太横行霸道了吧！这的确是赵家能干出来的事。右姨，是赵家的赵刚。喂，安有仪，你一个戏子也敢违背赵家的命令与沈家合作？你背后的公司都是我赵家投资的。赵先生，我只是签了个代言合同，这也叫跟你作对？你知不知道沈曼妮已经是赵家的仇人？你给他公司代言就是在打我的脸。赵刚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跟沈氏集团签约和钱没有关系，纯粹是因为林北。林北，我看上了林北，而林北和你赵家有仇，那我就和赵家分道扬镳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得很，看上林北是吧？我要你和林北这对狗男女都下去给我儿子陪葬。这就是赵家家主吗？也太沉不住气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右姨，你的演艺生涯彻底完了。小林，这是你的车呀？王大爷，是我的。小林啊，你一个月才赚几个钱，怎么就学人家这么虚荣呢？租这种车一天得好几万吧？大爷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现在的女孩最讨厌虚荣心强的男生，你这样是找不到女朋友的。林北，你开几千万的限量版超跑就住这种地方，我可是为了你把赵家得罪的死死的。现在工作没了，人身安全也受威胁，当然要寻求贴身保镖的保护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安小姐，屋里不算热吧？你要是觉得热，我可以。林北，为了帮你怼赵家，我可是被公司雪藏，把饭碗都丢了，所以
你总得负责到底吧？天亮了，困死了，1个小时都没睡够呢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小林啊，昨晚那个姑娘是你女朋友啊？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，电视上。大爷，她是大明星安又怡。你小子想得美，人家安又怡那可是上大荧幕的天后，能看上你这种在老破小租房的？你就是林北对吧？看到我给你的礼物了吗？照片背后有地址，给你1小时，一个人来。是谁？黑桃酒店向你问好。林北哥不要来，这里不止1个杀手，他们有埋伏。喊完了，可惜我早就挂断了。你们这些坏蛋，林北哥一定会把你们全打趴下的。小丫头嘴还挺犟，你那林北哥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来就得死。等杀了林北，老娘亲手把你的牙齿一颗颗敲下来。这小妞长得还挺水灵，大姐头，等会儿这诱饵也别浪费了。只要杀了林北，这女人随你们处置，但在那之前，都给我打起精神，别节外生枝。是大姐头。目标一出现，一个人来的，连把枪都没带。之前组织里居然有人栽在这种货色手里。看见我了！大姐头，目标出现了！等等，他好像发现我了，怎么可能？喂，把所有人叫出来！15个黑桃酒店顶级杀手齐聚一堂，我倒要看看他林北一个人能翻起什么风浪。林北哥要小心，他们人很多，早就埋伏好了。就这些臭鱼烂虾，还不配让我小心？给我上，砍断他手脚！一起上，他只有一个人。怎么可能？15个顶级杀手，怎么可能？这就是得罪你们黑桃酒店的代价。站住！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一枪崩了他！林北，捡起这把匕首，自我了断，我就放了他。林北哥，不要信他！7步之内，我的刀比你的枪快。怪物，这是什么怪物？黑桃酒店的杀手不惜一切代价也会完成任务。林北，你就算有3头6臂，今天也得死在这里。是否花费5000万金币为林北解锁金钟罩神功？一起去死！结束了，天宇，也终于给你报仇了。走，回江城。我没死。有我在，谁也杀不了你。林北哥，我以为我要死了，我以为你也要
先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。林北哥，那你呢？算一笔账。天宇，爹终于给你报仇了。赵总，后面有辆车追上来了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被炸成灰了。赵刚，你要去哪儿？你是人还是鬼？你凭什么每一次都死不了？赵刚，你真以为在江城你能一手遮天？他妈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按下他脑袋，我给他一个亿！怪我，林北，你别乱来！我是赵氏集团董事长，整个江城的大人我都认识。你说完了？我给你钱，10个亿、20个亿，你开价。给过你和你儿子很多机会，是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作死。我不信，我不信我赵刚会死在这里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林爷爷，林祖宗，求求你放过我！我赵家所有财产都可以给你。下辈子你做个好人。15名精英杀手加上狙击手和外围成员，共计23人，全军覆没。雇主赵刚先生也已确认死亡。23个人杀不掉一个赤手空拳的普通人。Our den of Foy's estates, 30 years in the world, what suffer such a loss? We'll propose to activate the Underwill Highest Bounty Lorden. 同意。Seconded. From this moment on, Shodan of Bounty Wusht Milioes. Ask Limbei the Meths, no matter the cost. 赵家这一倒，江城的天怕是要变了。龙城富家长子傅四海前来吊唁。四海，你怎么从龙城赶来了？龙城傅家可是排名前3的顶级世家，赵夫人居然是傅家出身。小姑，告诉我，是谁害死你？是一个叫林北的杂碎。四海，你要替天宇和姑父报仇啊！夏夏，你大4就拿到了沈氏集团的实习证明，那可是江城最顶级的公司之一。要不是沈曼妮想挖我墙角，我都想辞职不干了，天天防贼一样，累死本宝宝了。是金管熙的李浩，宝马武器大几十万吧？夏夏，我爸刚给我全款提了这辆宝马，只要你做我女朋友，副驾驶的位置永远是你的。哇，林北哥开几千万的车都没他这么爱现，这人有毛病呢。不好意思，我还要回公司上班，麻烦让让。一个月几千块钱够干嘛的？快看，那是什么车？这么炫！我的天，这是兰博基尼全球限量款，落地要4000多万！真的假的？大帅哥，现在你看，他朝我们走过来了。林北哥，你怎么亲自来接我啦？顺路而已，不来接你，你又得挤公交赶地铁是吧？夏夏，这是你朋友？你们好，我是夏夏的同事，来接她回去上班。夏夏，这位是？没谁，我是路过卖花的。大哥，您慢走。帮你赶走了烦人的苍蝇，不感谢我一下？其实说句谢谢就够了。林北，你答应过要来给我兼职工作的，怎么连个人影都看不见？李老板，我白天还要在沈氏集团上班呢。谁规定白天就不能兼职了？你该不会打算吃干抹净不认账，撩完就跑吧？那就洗干净等我，20分钟后到。20分钟，1分不差。老板召见，员工哪敢迟到？说吧，喊我过来做什么？最近有个很烦的人来江城了，跟苍蝇似的，烦得我觉都睡不好。要不要我帮你把他赶走？如果我说他是龙城来的大人物，是龙城富家长子，你会怕吗？你说反了，是他该怕我。我需要你帮我个小忙，你做我10天的男朋友，帮我应付一下这个姓傅的，怎么样？加班这可是另外的价钱。放心，老板不会亏待你的，甚至可以先给你个小奖励。你听说过进口口香糖吗？少爷，您来江城
真的只是为了替赵家报仇吗？属下斗胆猜测，您此行的真正目的，其实是为了李嘉欣小姐吧？你不懂，帮赵家报仇，赵家积累的资产和人脉，我就能全盘接管。往后江城这1亩3分地，我傅思海就是天。到那时候，嘉欣自然就知道我不是靠家族的走，我有能力、有手腕，更有野心。少爷，之前您来江城3次，李小姐都拒之门外。我自有办法让她主动见我。嘉欣就待在这种地方，好死！嘉欣，你终于愿意和我见一面了。多年不见，你变漂亮。傅思海，这是我的店，谁让你清场的？林北，那人是龙城傅家的傅思海，顶级世家大少爷。喝一杯，就当给我个面子。你是谁？我老板看到你就烦，不想喝你倒的酒。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傅思海，你现在的样子比平时顺眼多了。忘了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男朋友林北，所以请你以后别再来烦我。等等，他叫林北，哈哈哈哈哈！很好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你的命我傅思海定。傅思海，你敢动林北一根汗毛试试？躲在女人身后，我看你能躲多久。我的天，林北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今天表现得很好，想不想要奖励？这种口红很难擦掉的哦，至少3天你都得带着我的奖励出门。老板，这算工伤吧？少爷息怒，属下查到了一些关于林北的信息。林北和沈曼曦关系匪浅，天后安幼仪也与他有过接触。赵家的事儿应该和这几个女人也有关联。回来啦，我等了你好久。林北，你脖子上的口红印怎么回事？这个香水味不是夏夏，也不是沈曼妮，到底哪个狐狸精勾引你？就说我不在。你今天一整天去哪儿了？我在公司等半天，连人影都看不见。去夜店兼职了。夜店？你去找那2个母狐狸精了？沈总，我好像从来没提过有2个女的，你怎么知道？糟糕，说漏嘴了。好啊，林北，狐狸精的唇印都印到脖子上了。这是什么？林北，是不是狐狸精就在你家里？安幼仪，怎么是你？我住在这里啊，沈总，大半夜跑到别人家不太合适吧？一直盯着夏夏，结果被安幼仪趁虚而入了。这么晚了，沈总还是先回去吧，我和林北要睡觉了。回去？我今晚就睡这儿了。你连换洗内衣都没有，你就要住别人家里？林北，把你的内裤给我1条，我穿你的就行。你要穿林北的内裤，你害不害臊啊？没某人脸皮厚。叫人了，赔钱！不是我车都没动啊！等等，老子这是遇到碰瓷了？可恶，这女人真在这住了1晚上，亏大了！小偷心毛，看我不定死！林北，你过来一下，帮我刷牙。你自己没长手？长了呀，但我就想让林北帮我刷。林北，我也要你帮我刷，我可是你老板。来，上嘴。沙爷早啊！大爷你好。小林，你真有福气，这闺女长得真漂亮，跟大明星似的。怎么不走了？林啊，你这咋又多了个女娃娃？前2天不是就1个吗？林北，你刚才太用力了，我嘴巴现在还酸着呢。就是，都戳到嗓子眼了。小林啊，大爷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见这场面，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呀！待会儿开我的车。凭什么让林北开你的车？林北那辆兰博基尼只有2个座位，不开我的车，
难道偷心猫坐后备箱去？你说谁是偷心猫？凭什么你坐在副驾驶？车是我的，我挨着林北坐有什么问题？林北，我也要坐前面。坐好，别闹。今晚江城上流圈子有个聚会，我缺个男伴，你陪我去。我也被邀请了，怎么说我也是当红天后。哦，戏子也能进？你说谁戏子啊？好啊，是夜店那个狐狸精。林北，今晚有个酒会，那个讨人厌的傅思海也在，你陪我去一趟吧。表现好的话会有特殊奖励哦。原来脖子上的唇印是那个狐狸精的奖励。我投降，我不去行了吧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倒是要看看那个狐狸精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让我们有请当红天后安又怡小姐。是安又怡，真人比电视上还漂亮。有请来自龙城傅家的傅思海先生。有请江城沈家沈氏集团总裁沈曼妮小姐。可恶，猜拳居然输给沈曼妮，不然挽着林北进来的人是我才对。西西，是林北，他怎么和沈曼妮那么亲，你还挽着手？有意思。我可没听说过这次聚会允许一个土包子进来。5000万美刀悬赏，5000万美刀悬赏，5000万美刀悬赏，就在这里。上次那杯酒好喝吗？嘉欣今晚也在场，瞒着嘉欣勾搭别的女，他估计全看见了。看来这一局是我赢了。傅思海，不好意思，你说的狐狸精其实有可能是我。啊！沈小姐久仰，看来可能是我在撬你的墙角。这几天真是多谢你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关照林北。警告，检测到杀手接近。林北，你5000万美刀悬赏的人头，老子来取了！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就回。怎么可能？杀意感知技能，就他了！恭喜领养者安又怡消耗3000万金币，为林北购买杀意感知技能。领养男友游戏的第3个领养者，居然真的是安又怡！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刚才吓死我们了。装的挺像，你们两个大洋马是想要我的命的吧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林北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诸位宾客不必惊慌，我傅家保镖团队已将袭击者全部控制住了。傅思海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明明是林北把所有匪徒解决掉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大明星，说话要讲证据。刚才那么黑，有谁看到是那个土包子解决匪徒了？别冲动，我有办法。是否花费1000万金币？傅思海，不如把保安喊来调出监控录像，让大家亲眼看看是谁不要脸冒领功了。监控我们看了，的确是那位林先生制服了3个匪徒，邪了门了！明明电闸都被匪徒拉了，可监控居然还能正常运行。傅少爷，证据摆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要？敢冲还有这出好戏！原来龙城傅家的脸面是靠抢别人功劳撑起来。傅思海，很见识。混账！混账！林北，难怪能弄死赵家父子，原来是有那么多贱女人让你吃软饭。少爷，属下刚才在地下车库转了一圈，发现沈曼妮的车就停在这个车库里，我们要不要动点手脚？少爷，搞定了，我在沈曼妮的车上装了压力感应炸弹，只要有人碰一下车门，整辆车就会被炸成铁。干得不错，明天一早我安排传送你出去避风头。
一群蠢货也配跟我抢5000万美刀悬赏？老子用炸弹直接把林北送上天！2次，沈曼妮、林北，这回你们插翅难飞了吧？不对啊，为什么会有2次爆炸？我明明只安了1个炸弹。土包子，我傅思海可不是赵家那种废物草包。什么？你们昨晚带林北哥去参加宴会，还遇到匪徒袭击了？林北哥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快让我看看。他全身上下最重的伤，就是脖子上那个洗了3遍都洗不掉的唇印。唇印？是不是你趁我不在趁虚而入了？与我无关。这夜店那个叫李嘉欣的狐狸精。可恶，我都没在林北哥脖子上留过印记，外面的狐狸精凭什么抢先？我要用我的唇印把狐狸精的印记盖住，林北哥身上只能有我的标记。这丫头平时傻乎乎的，段位比我想象的高啊！这不会又好几天都洗不掉吧？小顾，林北我已经帮你解决了，沈家的沈曼妮我也送下去陪天宇表弟了。你也该履行承诺，签下赵家资产的转让合同吧。你干什么？傅思海，你不是说他们已经死了吗？那电视上那个小贱人是谁？父亲，思海，听说你在江城丢了我们傅家的脸面。父亲，那只是个意外。你丢人现眼的事儿已经传到龙城了，几个老朋友特意打电话来问我的儿子是否可堪大用。父亲，我会为家族挽回颜面的。放开手去做，不管闹出多大乱子，家族帮你擦屁股，但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林北那个土包子命大没死，这次不管用什么方式，都要挽回我傅思海的脸面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林北哥现在被坏人盯上了，随时可能遇到危险。我跟着你，关键时刻就能帮衬你一下。林北，吹风机在哪儿？安幼仪，你怎么会去林北哥家里？你们是？请问您是林北的父亲吗？我是，找的就是你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打人？别打我老婆！你们这群恶棍！老东西，要怪就怪你生了个好儿子。林北，好好看看，你爹妈的命现在攥在傅少爷手。林北，照片收到了吧？想怎么样？傅少爷希望在明天的新闻上看见一名年轻男子跳楼自杀的消息，这样一来，2位叔叔阿姨就能活下来。林北哥，你怎么了？警报！您的渔养男友林北的父母正遭遇生命威胁，反派傅思海已将林北父母绑架至未明地点。傅思海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购买绑架地点情报。购买失败，另一位领养者安幼仪已抢先购买该情报。什么？难道你也是？林北，这是叔叔阿姨被绑架的地点，不用问我是从哪得到的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是绝不会害你的。我信。少爷，一切安排妥当了，不会被找上门吧？那土包子邪门的很，这地方警察都找不到，何况他一个泥腿子。小北，林北，你给我站住！林北，你要不要看看是你快，还是我的枪快？小北，别管我们，你快跑！小北，妈不怕死，你快走！放开他们，我就饶你一命！哈哈哈！你看看周围，7、8把枪指着你，拿什么饶我一命？林北呢？林北哥已经去救叔叔阿姨了，别吝啬游戏金币了，让林北跟那群混蛋做个了断。清空我账号里所有金币，花光我7亿金币，1分不剩，还有我的全部清空，消耗所有营养金币，把林北的所有属性拉到最满。丁，3位领养者消耗全部金币，领养男友林北全部属性突破极限。林北，今天送你们一家3口下去团聚。你试一试。开枪，杀了他！
就这？怎么可能？你还是人类吗？怪物！你是怪物！啊！小北，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妈，没事了。大家的，又来人了！好漂亮的3个姑娘！林北哥，我们来找你了。阿姨，您早说您是林北哥的妈妈呀，早知道我早就来拜访您了。阿姨，我按的舒服不？舒服舒服，姑娘你手真巧。叔叔，还有哪里需要打扫的？没有了，姑娘，你快歇着吧。叔叔阿姨，饭已经煮好了，等会儿就可以开饭啦。儿子，这几个大闺女是什么情况啊？朋友，朋友哪有这么献殷勤的啊？跟3个抢老公的小媳妇似的，我都怕他们打起来。阿姨，林北哥是不是还没有对象呀？您看我咋样啊？夏夏，你给阿姨献了半天殷勤，终于图穷婊生了是吧？那又咋样？我问阿姨呢，又没问你。都别争了，跟我这个大明星比起来，你们俩都不够。论财力，论人脉，谁比得过我？我可以在江城给叔叔阿姨买套大别墅，让他们搬过去住。我可是第一个认识林北哥的，白月光的杀伤力你们懂不懂啊？我国内粉丝好几千万人，自带明星光环，这已经可以秒杀你们2个。儿子牛逼！林北哥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肉。阿姨，您昨晚受惊了，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叔叔，这鱼是我亲手做的。挺热闹嘛。狐狸精消息挺灵通啊，谁告诉你？我自然是有我的渠道。怎么还有一个啊？儿子，这又是谁啊？朋友，又是朋友？你到底有多少个这样的朋友？父亲，对不起，我出口，我已经不想再听任何理由了。海，让我很失望。父亲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有后手。够了，立即从江城给我滚回来！父亲，我会安排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风头过了，你再出来。您是让我躲起来吗？可是我不甘心，我傅思海含着金汤匙长大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该死也得给我忍着，活着才有翻盘的机会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林北，一定要让你死，让你死！傅少爷，请吧。傅老爷子让我们黑衣酒店保护您一段时间，接下来您的人身安全由我们负责。傅家也没能拿下那个林北，接了5000万美刀悬赏的杀手，没有一个活下来。我提议将悬赏金额提高到1亿美刀。1亿？这可是地下世界近10年来最高的悬赏额了。傅家的傅思海已经来到总会，他要求与大人们见一面。傅思海，一个小辈，有什么资格要求见我们？毕竟他姓傅，就当给傅老爷子一个面子。带路吧。是。那是什么？是傅思海，傅家的傅思海，他在我们总部里被杀了。该死，有敌人混进总部了！立即开启1级警戒，封锁所有出入口，把敌人找出来。是，还请3位大人先到酒店避难室里坐一会儿。
林北，你们好啊！你们这黑桃酒店的地址也不是。